全世界漫画，日本独占鳌头。台湾的漫画作品要在日本连载，几乎是天方夜谭。笔名叶小猫的叶银姿漫画，通过网络正在累积知名度。这个就是我说我那个在日本连载的那个4个漫画，它里面全部记载了关于梦跟我的现实生活。说话轻轻柔柔的叶银姿，笔触像声音般细致讨喜，敢挑战日本市场，靠扎实的笔功底蕴。国二时期，他的作品就在《国语日报》连载，是台湾最年轻的连载漫画家。我还会用那个彩色笔跟水彩下去画，现在回想起来，然后怎么会让一个小孩去做这个尝试啊？对啊，万一开天窗怎么办？少女式的画风在高中时期蜕变，为了继续画画，叶银姿放弃明星高中，投考职校，与家人的拔河、惶恐矛盾的心境跃然于纸上。画家不管他怎么样画，每一笔其实都透露出自己内心深层的各个层面角度的性格。纤细的面容下有强大的意志，就是要画，陶醉在画笔下的每个线条。我个人是会比较注重，就是怎么样快速的且精准的表达出我内心的那个所谓的情感。14岁就成为全国最年轻的连载漫画家。然后我刚刚看你的作品，其实说真的，我觉得你的画风在转变，而且让人觉得看不出这个作者的年纪耶，好好奇哦。今年几多岁？哦，你还秘密啊，总得讲。我说你今年几岁？他说这是秘密，不能说。海陆是这样说的。那4线我们说呀，还逼呗，总得讲。正准备迎接附中的小宝贝降临，叶银姿的漫画现在也出现在教科书里，要陪伴更多孩子。非常清楚自己要做什么，克服阻力去做好。叶小猫的成功，让我们看到发挥勇气、创造的美好。唔今年几多岁？也係逼咩？做唔得個。唔今年幾多歲？也係逼咩？做唔得個。